乡亲啊，继续来看中华文心兰产销发展协会结合着政府甲农友的力量，研发6种文心兰的新品种，目前已经拍入法国甲阿拉伯的市场，未来有机会继续来拓展。电视人员点出手中的花蕊，这6种拢是文心兰的新品种，准备要进入外销恢复市场。颜色或者植株的那个吸水性，再来就是它还有香味，所以说很多的客户更多的选择，这样子文心兰才会这样子，变成世界之光。这摆研发的新品种包括白雪、青苹果、母王、有雪樱，6种花的花型、花色、有气味，拢有提升。台中市的气候环境，更因为日夜温差，更适合文心兰的这样的生产品质更好。这摆嘛，和台中教育大学文创系合作举办花艺礼盒的设计比赛，希望透过少年人的创意，替文心兰加入新风貌。观众朋友，有一件事情不知道你们做了吗？那就是赶快来订阅我们的 CH52华视的频道，而且记得哦，一定要帮我们分享、按赞，还要开启小铃铛。